她是卡尔女郎，我家老弟弟嘞。哦。您告诉乡亲们你是什么地方人？我是山东人。山东裔啊，山东的啊，所以他不会说啊。但是这次我听说邵伟啊来台湾学了一首闽南歌曲，要送给乡亲们。对，我这次能够来到台湾给乡亲们演出，特别开心。也就去非常喜欢闽南歌，学了一首歌，想让乡亲们多多指正。好，你我这个歌，咱来个听看麦啊。咱乡亲来做评委哦。哎，那个评判伊大家讲有准无？唱得有成无？好不？好，这条什么歌咧？天田先生的《爱拼才赢》。爱拼才赢。会呀，上帝啊！今年我。